花莲新社乡的新社老街哦，按算讲要来设人行道，一栋已经有140栋历史的新社翕相馆哦，恐惊会互拆掉，因为这个所在最近哦，真用心的经营，嘛真做是地方，真受到欢迎的观光点哦，所以嘛，互地方的民众是真反弹。伫花莲新社乡的破坏街新社老街，这间旧翕相馆是日本时代就开，到即马已经140栋。听讲公所因为拓宽人行道要给拆掉，大家感觉真意外。很可惜啊，就是这里那么久，而且这个拆了就这边没有什么特色，就可以逛。老街民众意见有两种，有一寡认为老早就应该拓宽，另外一种意见是，那个有历史文化价值厝拆掉，那呢感觉有观光客要来。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拓宽了，因为你拓宽你会势必你会拆到很多建筑物，你建筑物你那一伤到的话，那种文化古迹一拆掉就没有了，更何况这个照相馆在这边已经140年了。公所讲，这个所在伫1979年就公告被拓宽成做15公尺，1984年完成用地分割，2007年开始征收沿线土地，不过路一直拢无拓宽，和内政无检讨。去年争取到1980万要做人行道，那地方反对会尊重大家的意见。建议乡公所这40-50年也没有扩宽为15米，那我们是不是继续把它保成12米？那也不用去拆房子。在地百姓受相关协会是讲，这几年来，大家利用这款老厝创新，已经和老街得到国发会全台湾4个创新浓度的评选，希望伫开发一个保存文化价值，找到一个共存的方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